陳奐仁同埋陳希怡齊齊出席慈善步行活動。Hanjin 就話：咁大個仔啊，第一次咁早起身咋？做咩啊？平時你3點不露㗎？早啲10點。10點。我可能11點添啊，仲要，因為仲要化埋妝添，係啊，所以女仔要多1個鐘頭時間準備。我都要多1個鐘啊！點解？要多啲嘢清啊嘛！而家正在錄音準備出碟嘅 Hanjin， 佢就話佢老闆黃柏高為佢度時間出碟，係一個好老細嚟㗎。就連 Paco 旗下嘅重頭馬陳希怡都大讚老闆好錫佢㗎。但 Paco 真係好細心咁照顧我哋，因為佢即係早排佢都會電台聽嗰啲訪問，佢都會好早 send message 俾我。我今日電台聽咗你訪問啊，你記住下次講嘢要再慢啲，好一啲嘅，不過要再慢啲咁樣啦。即係佢好細緻嘅嘢都會即係同我哋傾，即係應該要點做咁樣咯。我呷醋啦。你呷醋啊？唔好呷醋啦！